再来看高雄小港的南区焚化炉已经使用25档，因为设备真旧，市政府拍算要起新厂来委外经营，也毋过当地里长是真反对，发起联署来反弹。粪扫车入去南区焚化炉，准备要甲粪扫倒去烧。即马南区焚化炉准备要用 BOT 的方式，向民间企业招标。顶个月环保局拄啊开公听会，煞引起侪小港居民的反弹。电风烦恼讲，焚化炉若是委外经营，市府就无法度监督。粪扫若愈烧愈多，会影响环境污染甲小港居民的健康。就是要市政府去监督啦。要顾好啊！无你无好时阵，伊当时要黑白烧，咱哪要知？旧炉啊，袂当用，当然爱换新的。但是政府，我感觉由政府来做较适当。高雄总共有4座焚化炉，其中公山人武厂是规划经营，南区厂到搭使用25年，炉瓦设备旧啊，焚化效能敢若剩6成，需要起新厂。环保局强调 ，BOT 业者处理的废弃物是由环保局决定，但年处理的量嘛减少15万吨，顶挂新厂嘛袂烧外关市的废弃物。抑佫有疑问的时阵，咱是不是爱做一个好的说明啦？吼，这政府应该爱做这种工作，让民众了解。所有的废弃物全部由环保局统一调度，包括废弃物的处理费也由环保局来收取，并编入预算。可以接受议会的监督。机关表示讲，小港区38里有16位里长支持南区焚化炉公办公营，目前也已经将近100人联署。机关毋望市府爱听民意，沟通好势，才会当决定未来方案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